大家好，我係天宇國際美容培訓導師 Jasmine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 Energy Power 金髮術面膜。金髮術面膜獨特嘅物料有自帶導入功能，啟動肌膚導出導入，瞬間發揮6大功效，可以激活能量、保濕、鎖水、嫩白、淨透、緊緻，被譽為美容界嘅黃金產品，而且含有多種稀有嘅成分，包括水解膠原蛋白、生物糖膠、薏仁萃取液、維他命 B3、B5、維生素 C 等等，而當中常春藤萃取液亦能夠啟動皮膚自我保護同埋修復嘅能力，配合精心鑽研嘅技術能量電網，自帶導入功能，一面可以排出毒素，阻隔皮膚免受環境嘅侵害，另外亦都可以激活我哋嘅細胞能量，刺激血液循環，令我哋珍貴嘅成分可以加倍吸收，喚醒皮膚各項嘅功能。使用方法：清潔爽膚之後，將面膜敷上塊面15至20分鐘，記住係六角形嗰邊向住自己塊面喎。敷完之後，將個面膜拎走，然後將個精華輕按至吸收就可以㗎啦。